河水最后会流到哪里去呢？哇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客家童谣，就知道答案了。嘿，那苹果姐姐，今天要学的客家童谣是在讲什么啊？好，这一首歌啊叫做《后八岁》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。日日呀呀啪嗒啪嗒，日日呀呀流啊流啊，流到太海嘅木下，太海咁係爺媽媽。日日呀呀啪嗒啪嗒，日日呀呀流啊流啊，流到太海嘅木下。河水最后是会流到大海里面哦。哇，彤彤姐姐你好聪明哦，现在都可以听得懂客家童谣了。好，谢谢苹果姐姐的赞美。但是啊，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跟我一样，可以听得懂很多客家话喽。好，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要学哪些客家词语呢？走了。屋下，家里，屋下，家里。咁係，难道是？咁係，难道是？爺媽媽，你的妈妈，爺媽媽，你的妈妈。好，小朋友是不是都学会了这些客家话了呢？学会了。好，那这一首《后八岁》里面，我们学到一个词语哦，就是“屋下”是什么意思？家里。没错，我们一起说“屋下”。屋下。哇，小朋友好棒哦！现在让我们再唱一次哦。